即间风灾甲日大雨，造成台南沿海地区，包括七股、北门甲日将军严重来受创。毋但大人辛苦，连带小朋友的心中嘛受到影响。因此，台南市赤坎狮子会特别发起爱心的行动，上午伫个嘉义国小的礼堂举办文具甲日球鞋捐赠仪式，协助3个区18间国小，总共172位学童。安心来迎接新的学期。我们是从那个学校的那个家长会出身哦，那我觉得说这一次受灾的小朋友，我是觉得说他们家庭里面有受损，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哈是给小朋友一点点小的心意哈。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上很多社团，还有中间的力量，对他们一点小的帮忙。很感谢我们赤坎狮子会黄会长跟所有狮子会的先进对于我们这一次主要受灾学校当3个区就是将军、北门跟七股，总共有18校172位学童。那很感谢所有的善心人士运用社会资源，提供孩子开学的学用品以及运动鞋等等，让孩子能够安心的上学。那这也是我们9月1号开学日的隔天就收到一份这么温暖的对孩子的祝福跟关心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善循环。我们希望孩子也能够知福惜福，未来要造福把我们所有社会各界对孩子学习的关心，对灾区重建的一份心力，那能够未来化为更大的力量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把这份善的循环传递。上午的捐赠仪式包括市府教育局主办、国际狮子会300亿湾区的总监团队，甲日赤坎狮子会会长陈元鼎拢到场出席。会长表示，一份的文具甲日一箱的鞋拢是会员的爱心。即间的捐赠不只是援助物资，更加是小朋友伫个开学以后，第一时间接受到的温暖甲日关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